诸佛菩萨有哪个讲，咱爱修行，因为来到遮咧，就是有足济的好甲歹，因为好的无可能讲咱食，哦，那么咧歹的嘛无可能永远拢是咱，但是好甲歹总是来到世间，你敢写袂？你敢写袂去？歹你敢写袂去？敢袂？袂啦。好的你敢爱会来？嘛袂啦吼。安尼爱安怎？随顺因缘，随意而安。当你当着的当下，当你当着的当下，一定是安顿了着你的心，感谢了着天恩助定。好的嘛是要成就你，歹的嘛是要成就你。所以讲咧，伫好甲歹，咱拢用感恩的心来鼓励了着咱家己，一定要去突破，一定要去突破。哦，那么咧，经过了着这个历练，当你经过历练了后，你的心境就会提升。敢是安尼，你会感觉讲，你愈来愈稳定，你愈来愈袂惊吓，你愈来愈无代志，因为你已经认清。哦，你发觉有这个功夫，输来这个，输去这个，你慢慢已经学着这个功夫啊。那安尼咧，你今日要达到中庸之道，要当达到了个福成之初，无困难。只是看咱配合，只是看咱会接受，甲袂接受，只是看你安怎去家己修。哦，你若想要伊要成就伊个。感谢天恩师父，安尼你一定会成就。哦，你若讲伊这个是对我有一种负面的，那安尼你应该就是看咱的心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伊这个遮咧或许对有了个第九章，那么伊后壁咧中庸夫妇咧，而且当中咧，那么叫咱家己互相勉励啦。既然咱这条道啊，嘛希望哦，以咱的生命精神时间，一定拢投入伫迄个道路啊。哦，咱未来无成就，感觉嘛就可惜。因为咱会当得到这个道，毋是命运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既然互咱得到了，世间咱嘛已经有去了解的啦。所以咱一定要突破万难，安顿家己的心心，无论这条路，哦。我偏行，咱一定爱家己行好过，安尼讲好，好啦吼。第10章，这个诸罗文强啦吼，遮咧诸罗文强，诸罗文强，诸越，南方之强，南方之强，北方之强，北方之强，向义强，向义强。环游依教，环游依靠，不报无道，不得无道。南方之强呀，南方之强呀，君主基治，君主基治，严严格，严严格，疏而不扬，疏而不扬。北方之强呀，北方之强呀，容易者基治，以强者基治，以强者基治。以强者基治，故君主何而不留？故君主何而不留？强在脚，强在脚，强立而不依，强立而不依，强在脚，强在脚，各有道，各有道，不辨实言，不辨实言，强在脚，强在脚，各无道，各无道。技术不变，技术不变，强在脚，强在脚。那么这种呢，第10章，也就是咱孔夫子呢，以中庸之用，来养之主道，这种血气功用。所以讲呢，要互伊会当进入了伊这个理念，因对了这个用，当然有大用，有咱一般的用，用一点可以成就了佛菩萨，用了有益，不但无正面，佫是负面。所以讲呢，伊这个所在呢，咱